好有型，好有型啊！豐田高級休閒車 Land Cruiser 咧，由1951年開始生產，已經生產咗74年嘅歷史啊！佢咧秉承咧呢個高度可靠性啦、耐用性啦，同埋越野性能咧集於一身。由原本咧佢一個實用嘅系列咧，而家慢慢演變成咧一個高級嘅越野嘅系列，而且咧仲不斷咁樣改進緊啊！而呢部最新嘅250 First Edition 版咧係非常之罕有嘅，喺香港咧少之又少。呢個復刻版1958年嘅圓形頭燈咧，簡直重現咗當年嘅調子同埋情懷啊！如果加埋1958年老式嘅鋼質呔鈴咧，咁就更加有情懷。呢個 First Edition 嘅版本咧，唔止有懷舊嘅外觀啦，仲有配合埋豪華嘅內飾啊，獨特嘅真皮座位啊，加上令人深刻嘅越野性能，還標配咗多地形嘅選擇功能，無懼喺泥地、岩石同埋沙石地上行走㗎。呢部全新嘅 Land Cruiser 咧，都係70零萬咋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啦。